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一段時間呢，我經常都見到呢有好多嘅新手都問，如果喺市場高點度開始投資嘅話，應該點樣從零開始建立自己嘅投資組合？所以今日呢，就希望呢同你解釋一下呢，如果呢你啱啱踏入市場嘅話，喺一個咁高嘅位置，應該點樣呢先可以成功咁樣建立到一個呢長線得到非常之好利潤嘅投資組合？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咁首先第一步呢，最基本嘅嘢就係，如果你啱啱踏入市場，對市場認知唔多，亦都唔太知道呢到底個別公司屬於好定係唔好，貴定係唔貴嘅話呢，咁最簡單嘅方法呢，就係先用一啲呢你想投資嘅資金呢拎去建立一啲長線嘅 ETF 組合。咁最基本嘅就係 VOO、VUU 呢，再加 IAU 同埋 BIL 嘅。咁基本上呢，你有咗呢四樣嘢之後呢，就可以確保到呢你喺未來嗰3至5年呢，除咗可以持續咁樣享受經濟成長帶嚟嘅紅利之外呢，都唔會話喺回調或者熊市嚟臨嘅時候呢，有一個好大嘅損失嘅。咁主要個原因就係呢 VOO 同 VUU呢兩樣嘢呢，都可以令到你充分咁去投資環球嘅經濟。咁因為佢哋呢，前者就係投資美國嘅公司，後者呢就係投資美國以外嘅一啲主要公司。咁基本上你有呢兩樣嘢呢，就已經包含咗絕大部分呢個世界上面最優質嘅一啲公司啦。咁至於 IAU 同埋 BIL 呢兩個呢，就分別係黃金同埋短債。咁佢哋嘅功能係啲乜呢？唔係幫你話要賺好多錢，而係講緊呢，當你嘅組合入面可能講緊用2至4成資金去部署呢兩樣嘢嘅話呢，佢就可以呢令到你喺未來熊市成個市場崩盤嘅時候呢，大幅咁樣減少呢你要面對嘅波動。咁對新手嚟講呢，其實最直接嗰個好處呢，就係你會有一個更大嘅機會呢，可以無視到熊市嗰個恐怖嘅波幅，然之後呢長期咁樣持有本身你買咗嗰啲指數 ETF， 直至到呢成個市場呢恢復到去下一個牛市度。咁所以呢，如果呢你係啱啱開始踏入市場嘅話呢，與其你將全部資金都拎晒去投資指數 ETF 呢，我覺得一個比較好嘅策略呢，就係將一部分嘅錢拎去 IAU 同 BIL 去減少咧你熊市嗰時嘅心理壓力。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呢，其實以我自己嘅認知就係有非常之多嘅新手，特別係如果你啱啱先開始投資市場嘅話呢，你係基本上冇可能可以承受到5成虧損超過2年，然之後仲要不斷加碼投資嘅。咁所以如果你知道未來嗰2年嘅市場風險可能會隨住滯脹風險啦，或者話主要明星股滿足唔到高成長預期呢一啲咁嘅風險因子呢，而有機會暴跌嘅話呢，咁我覺得一個比較聰明嘅做法就係，第一，先建立你嘅長期指數 ETF 組合，第二呢，就係將一部分嘅資金呢部署去黃金短債，令到呢你未來真係熊市崩盤呢都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壓力。咁樣嘅話呢，只要你見到未來熊市你主要嘅持倉即係 VOO 同埋 VUU 呢跌得非常之多嘅話呢，咁你就係一個極之好嘅加倉機會。咁到時候呢，只要你見到嗰2樣嘢跌非常之多嘅時候呢，不斷咁大手買入，有幾多買幾多嘅話呢，咁有非常之大嘅可能性就係你會喺5年至10年之後呢，發覺呢你本身呢喺熊市投入嗰筆錢呢係得到一個2至3倍甚至乎更誇張嘅成長嘅。咁好啦，可能你會話淨係做一啲指數 ETF 呢，唔足以滿足到你嘅財務需求，你希望可以賺更多錢，你希望可以放大你嘅成長嘅。咁嘅話呢，其實一個比較理想嘅做法，最初嗰20至50萬嘅資金呢，拎再建倉一啲長線指數 ETF 之後呢，你就可以呢開始呢去研究一樣嘢，就係到底去諗呢自己係咪真係有興趣研究一啲個股嘅表現，係咪真係有興趣呢去睇佢每季嘅業績，同埋睇佢間公司呢喺成個板塊度嗰個表現係領先定落後，或者話佢本身個行業呢有冇前途。咁如果你話你係真係有興趣嘅，即係你完全唔介意呢，可能每3個月呢都要拎一啲時間去研究一啲個股，你買嗰啲公司嘅表現嘅話呢，咁呢你就可以揀呢，你喺成個市場上面呢揾到你認為最好嘅6至15間公司。咁隨住你經驗越多呢，你的確係可以減少呢你嗰個持倉嘅數目嘅，因為如無意外嘅話，其實你做嘅決定呢可能越嚟越理性，而犯大錯嘅機會都會變得越嚟越低。咁所以如果你話你係經驗老道嘅話，你可以揀少啲，但係早期嘅話呢，其實你揀10至15間係會比較安全啲嘅。咁因為就算你真係睇錯一啲嘢，或者你做錯一啲好嚴重嘅判斷都好呢，咁都唔會因為重倉某一啲股票呢而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損失。咁如果你話你完全唔知道呢有啲乜嘢好公司或者好股票可以投資嘅話，都以加8%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星期日呢都會分享一啲市場觀點啦，一啲個股分析啦，同埋一啲我認為當下受低估嘅投資機會呢，我相信都可以令到你長線嘅個股表現變得更加好嘅。咁翻去個主題嗰度，咁可能你都會諗就係點解要經過最初嗰20至50萬嘅投資之後呢先開始揀個股？咁你會話點解唔可以一開始就投嗰20萬拎去做個股呢？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其實有好大機會呢，新手因為佢開頭乜都唔識，亦都唔會真係好認真咁去研究公司呢，所以其實佢早期做一啲個股投資呢，我認為有一個比較大嘅機會係蝕錢嘅，即係唔係話一定買唔中一啲賺錢嘅公司，而係講緊可能就算佢買中一間賺錢嘅公司呢，都係賺10零
20% 啫，咁就走啦。咁但係相反，買咗啲暴跌嘅公司呢，反而會係咁說服自己話佢只要唔賣就係賺，第時會升翻。於是乎就見到佢負10%、30%、50%，去到最後最壞嘅情況呢，就係負90%，然之後永遠都翻唔到原本買入嗰個家鄉嘅。咁呢個就係點解呢？我會話早期呢，特別係第一桶金呢，其實一個比較好嘅方法係先投入一啲呢長線勝算100% 嘅嘢，咁就係指數 ETF。咁當你已經累積咗一個咁嘅基石啦，即係講緊你起碼有幾十萬嘅指數 ETF 啦，有一個最基本嘅投資基礎喺度之後呢，先再嘗試呢將更多嘅資金呢拎去呢追隨你自己嘅意願，去揀一啲你覺得最好嘅公司。咁一方面呢，可以確保到呢你資本嘅一部分呢至少可以喺一個長遠嘅未來度持續成長。另一方面呢，都可以確保到呢，咁如果你話你揀嗰啲個股表現真係比指數更好嘅話呢，你都可以提升到你成個投資組合嘅表現。咁可能講緊本身你齋投資指數 ETF 可能拎到10%，咁但係因為你揀嗰啲個股表現特別好呢，就要令到你每年嗰個回報呢由10%可能變咗15%甚至乎20% 嘅。咁當你發覺呢，如果你揀股票真係有咁嘅能力嘅，你真係有本事可以將你成個回報呢比單純投資指數 ETF 變得高嘅話呢，咁你未來呢就可以呢持續呢將更多嘅新資金呢都拎去做個股投資，咁就未必一定話要翻去做一啲指數 ETF 嘅。咁但係反之，如果你發覺你自己開始揀股票，買咗一堆股票，但係隔咗5年之後呢，你發覺原來你揀嗰6至15隻嘅個股組合呢個表現係仲差過呢單純持有5年指數 ETF 嘅話呢，咁我就建議你呢，其實就唔需要再揀個股，你可以直接呢將你所有嘅資金呢拎去呢做一啲定期定額超長線嘅指數 ETF 投資，咁嘅話呢，已經可以確保到咧，其實你喺長線得到一個十分之唔錯嘅投資成果，而且咧亦都唔需要話花你好多時間咧去研究啦、去思考啦、去諗到底你手上面嘅持倉咧有冇需要調整嘅，咁就令成件事都會簡單非常之多。咁所以總括而言呢，如果你係一個新手想要從零開始喺市場高點佈局嘅話咧，咁第一步咧必然咧係拎去做一啲指數 ETF 嘅投資，講緊就係 VOO 加 VEU。然之後，如果你想提升到自己喺熊市度持倉嘅可能性，減少自己嘅一啲心理壓力嘅話呢，咁可以喺成個 ETF 組合度咧加少少 IAU 同埋 BIL。再之後，當你累積咗幾十萬嘅一啲 ETF 之後呢，你就可以考慮咧根據自己嘅研究咧去揀出嚟認為最好嘅6至15間公司，然之後就將你嘅資金咧分別咧就投放去呢啲公司度，再根據咧未來嗰3至5年嘅表現咧去判斷咧到底你揀股嘅能力高啲定係 ETF 嘅表現好啲。咁如果你話你好啲嘅話，咁你未來就去將新嘅資金咧都投入去你揀嘅個股度。反之，如果你發覺你自己嘅表現好差嘅話咧，你只需要將未來嘅所有資金咧都拎翻去投資指數 ETF 咧，咁就可以確保到咧你嘅資本係長線得到一個最好嘅成長。咁希望今日講嘅嘢咧可以幫到你去從零開始建立你嘅投資組合，去到最後咧賺到一個十分之唔錯嘅利潤嘅。亦都祝你咧可以順利咁樣度過未來嘅熊市，然之後喺牛市度賺到更多嘅錢。咁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